6月27號同一班老友幾斤美之旅去泰國豪華遊節目精彩，又有自由活動回程坐阿聯酋商務客位，非常舒適，在機場汽水酒裏飲非常滿意。上集你可能睇過了，這一集行程豐富精彩，請繼續觀看。芭提雅綿羊牧場，我哋一起扮細個坐小火車遊覽遠景。芭提雅大佛山遇見青竹蛇，聽返首歌。第3日早上遊覽芭提雅美人魚餐廳，送一杯特別飲品，享受海景微風。芭提雅，這座以其陽光、沙灘和夜生活聞名的泰國海濱城市。美人魚餐廳以其獨特的海底主題和夢幻氛圍脫穎而出。水蓮也見得快樂，像陽光一樣明亮。非常之寫意又好玩，環境清幽，唔錯。坐喺度享受陽光與微風送爽，非常寫意。享受下呢度嘅大自然環境。在這靜夜的水面找到自由，心隨着風一起飛舞，無所畏懼。爽泰度假莊園帶手帶場內遊戲，跟住第一個節目去騎大笨象，旅遊團包埋，騎在大象上面非常搖晃，要捉緊把手，騎在大象上都要打卡。有啲團友畏高唔敢騎大象，日語炮坐在大象上派叫，行一個圈隻手都捉得好攰。拍攝大象期間你可能相識嘅朋友，添哥添嫂你可能相識。下一個節目旅遊團包埋騎馬車，這位朋友你是否相識？天藍雲白，心也跟着輕揚，遠山景色，馬匹溫順，模式好靚。那片天寬廣而純淨，每一朵雲，跟住坐車去邊呢放水燈啦。泰國的水燈節 Loy Krathong 是泰國最美麗、最浪漫的節日之一，通常在泰曆12月15日月圓之夜舉行。這個節日承載住豐富的文化和精神寓意。放下水燈要合十祈福，帶來好運。跟住去餐廳食一個午飯兼看表演，表演者是男是女自己睇清楚。園區景色優美，適合拍照。當日欣賞食飯期間有好多小朋友參與，泰式風味好有特色。出場表演值得欣賞，好有泰國風味。日語炮放假，心情開朗。當日節目豐富，食完飯欣賞完表演去坐船仔上荷花。你見啲團友你開心就知道，好好玩，一定要放開自己心情。當日荷花開得不太燦爛，快速啊！涼望，風輕輕拂過
上咗岸另外一個節目就係食一個生果宴。水中花一笑如夢，隨波逐流，情意如虹。節目一個接一個，又去睇表演同埋潑水。如果你唔怕濕身的話，可以參與。喝水節是泰國的新年。欣賞完泰國歌舞表演，落樓下看潑水節。前面一位公主一個對5個，非常體力消耗。再者潑水節一個對一班後生仔到潑水，非常消耗體力，你睇下就知啦。一個對5、6個，大家玩得非常開心。如果你想玩嘅話，你帶頂多一套內外衣，全身一定濕透，但係好涼爽。約莫3點鐘，我哋全團人去做一個泰式古法按摩，自費的。場所比較想象中嘅夠，但費用不太貴，約莫港幣100多蚊一個多小時。按摩完不坐車去一間 Akara H0 Teleporter， 自費食一個豐富自助晚餐，全團有參與。芭提雅 Akara Hotel 食一個自費自助晚餐。食品眾多，梗有一款啱你。燒肉皮非常之脆，乾身好味。中式點心都有好多款，及我哋選擇。總共有2層，上面有刺身壽司供應。食完自助餐返酒店休息。我哋啲團友非常積極去做運動，因為每天自助餐一定食多了。跳跳水上芭蕾舞。第4日早上食完自助早餐，坐嘟嘟車去航商場，這天是自由活動。坐下呢啲嘟嘟車感覺非常之良好，喺香港沒有這機會。第一次嗱，呢啲係人與炮咧，一去旅行咧就發癲㗎啦佢。係啦，要收服你。這飛機是泰國芭提雅 Terminal 21購物中心，前面廣場巨型裝飾，飛機下面是一個大笪地。今晚會嚟到這地方放開心情，就算你影過都嚟堆張啦，唔使客氣，大家開開心心，又過幾個鐘。入到嚟商場影下，上行下街買下嘢，非常寫意。早啲食過晏晝，要坐嘟嘟車去芭提雅海灘及附近商場，今晚再返嚟行夜市。我哋行到嚟4樓，決定嚟一間意大利餐廳食薄餅飲汽水，非常之正。這個薄餅非常之大，足夠我哋8個人食，仲有其他餸菜。
出嚟玩最主要放開，所有心情盡情享受每一個小環節咁，先會感覺到良好。食完晏晝2點0鐘坐獨獨車去芭提雅海灘享受一下海風及看人玩香蕉船。泰國東海岸的璀璨明珠芭提雅海灘 Pattaya Beach 是泰國東海岸最著名的海灘之一，位於春武里府 Chonburi Province 的芭提雅市中心。它以其熱鬧的氛圍、豐富的水上活動和便捷的城市設施而聞名，吸引住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。團友開心的影像留在心中。活力四射的夜生活，芭提雅最著名的莫過於其豐富多彩的夜生活、藝人表演。芭提雅希爾頓酒店。咁樣影相嘅角度好唔好睇呢？約莫行到6點鐘食一個日本定食，每人一個。因為這幾天都食泰國菜，想轉下口味。食完晚飯行程豐富，再去行飛機夜市。OK， 因為我要遠行。OK， 影住佢，李月波。落住微微細雨，好有詩意，在繁華街道中穿梭。日語炮想講啲乜嘢呢？我嘅兄弟日月波。對面團友不想望佢。好快到達飛機廣場夜市。豬仔非常得意，遊客樂於購買奶水給他們飲。豬仔平時可能沒有足夠食物給他們，好期望你們給他餵食。冇得飲嘅有點失望。仲有射擊遊戲。鸚鵡好無奈，唔想俾你影相，個頭好想望開。老闆強必須在望鏡頭。榴蓮飄香，一定要嘗試下泰國的榴蓮。日語炮羹隻鱷魚翻身，隻手震震唔敢放入去。呢啲就係我哋購買一份鱷魚肉，即刻燒烤好香嘅燒烤味。我哋試過鱷魚肉，有啲似豬肉嘅感覺，味道唔錯。終於忍受唔住榴蓮嘅香味，每人都食返一嚿好滋味。此刻試下雲吞，食得非常之飽了。行夜市已經就被叫停的車返酒店休息，明天準備回港。第5天早上吃過酒店自助餐，約8點鐘離開酒店去機場。去曼谷機場等過行李，再過安檢。仲有點時間在商場行街購物，用埋啲泰幣。
這個宏偉的雕塑群不僅是機場的標誌性景觀，更是泰國文化與印度教神話深度融合的絕佳例證。要做無人駕駛列車去我的登記之後，今次旅行社第一次坐上無客位，可以機場內餐廳免費進食自助餐，驗證機票進內中程，非常寫意人少空間大。今次帶隊李小姐非常盡責。東南亞加中國長線，泰國特別好係咪？係啊。你好，今次好榮幸同天科天嫂跟同一個旅行團。啱啊，大家正唔正啊？正係嘛？下一個站你方啊，去冒險，唔係直情唔係冒險，去俾嗰啲石油大王去招待。站翻中山啫，中山中山都係好地方。我都係添嫂喎，你哋都可能識得嘅老友記喎。諗住攞翻香港咯。雖然有自助餐食，但係唔敢食太飽，上飛機仲有飛機餐。機場內啤酒、汽水、紅酒任飲。好快等到夠鐘，準備登機。上到商務客位，環境寬敞，每一行只有4個座位。我覺得今次參加旅行團用3999團費及可乘坐商務客位好超值，可以好舒適咁休息幾個小時，因為隻腳可以伸直。飛機餐質素唔差，有進入餐廳嘅感覺。食完飛機餐休息一陣，很快到達香港領空。參加魅力之旅泰國豪華5天遊圓滿結束喺呢度，多謝李小姐用心帶領，歡迎你加入我頻道，下次再見。